最近網上流傳住一組雙65歲嘅鍾楚紅素顏，一個人喺中環嘅花店揀花，冇助理，冇保鏢，亦都冇刻意打扮。有人感嘆歲月真係唔饒人。但如果你將佢30年前嘅相揾出嚟擺埋一齊，你好難相信呢個係同一個人。佢年輕嗰陣嘅美，唔係嗰種冷冰冰，淨係俾人遠遠欣賞嘅美，係帶住溫度，帶住風情，令男人抵擋唔住，就連女人都忍唔住會望多兩眼嘅美。嗰個年代，全香港嘅男人都睇過佢。成龍曾經為佢着迷，劉德華公開講過，娶妻當如鍾楚紅。無數富商同名流排住隊想約佢食飯，佢身邊從來唔缺追求者，但係呢個曾經俾全香港捧喺手入面嘅女人，最後淨係揀咗一個男人，而嗰個男人卻永遠離開咗佢。由嗰陣開始，鍾楚紅一個人走過咗18年。有人問佢點解唔揾個伴，佢冇正面回答，但係熟悉佢嘅人都知唔係冇人追，而係佢將自己嘅心門關上咗18年，足夠一個細路長大成人。18年亦都足夠一個人將一段感情擺喺心入面，慢慢釀成另一樣嘢。今日我哋由頭講起，由選美舞台上面扭親腳嘅意外開始講下，鍾楚紅呢一世究竟係點樣走過嚟？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。如果一個女人年輕嘅時候被萬人追捧，最後卻守住一段感情過咗18年，你覺得佢係痴情定係睇透？覺得係痴情嘅，打情深不悔；覺得係睇透嘅，打餘生自度。聽晒成個故事，你再翻轉頭睇下自己嘅答案，有冇改變？鍾楚紅生於1960年，屋企有4個細路，佢係大女父母做小本生意，日子過得幾緊湊。佢細個就係男仔性格，野性剛烈，唔認輸。19歲嗰年，阿媽慫恿佢去參加香港小姐選美，佢去咗，點知喺舞台上面踩親高踭鞋，扭親腳。最後只係攞到第4名，但就係呢個冇入到前3嘅鍾楚紅，後來成為80年代香港最紅嘅女星之一。坊間流傳一句說話，再發不過周潤發，再紅。不過鍾楚紅呢句說話唔係媒體吹出嚟，係嗰個年代嘅觀眾一句一句傳落嚟。佢紅喺邊度？第一，佢嘅外形獨一無二，80年代嘅香港女星。林青霞有英氣，張曼玉有靈氣，王祖賢有仙氣。鍾楚紅唔一樣，佢有人氣，佢嘅美係活嘅，笑起上嚟眼彎彎，帶住一種令人放鬆嘅暖意。男人望佢會心動，女人望佢會覺得親切。呢種男女都中意嘅長相，當時嘅香港娛樂圈揾唔出第二個。第二，佢趕上咗香港電影嘅黃金年代，秋天嘅童話、縱橫四海、流金歲月、鬼新娘，而一部接一部，全部都係經典。同佢搭戲嘅係邊個？周潤發、張國榮、劉德華，全部都係嗰個時代最頂級嘅男演員。佢同周潤發嘅銀幕情侶到今日都仲有好多人重溫。第三，佢最特別嘅地方，佢唔靠男人上位。喺嗰個好多女明星都會俾大佬安排嘅年代，鍾楚紅嘅路係自己行出嚟。劉松仁提攜過佢，但嗰個係貴人相助，唔係利益交換。周潤發同佢交情好，係真真正正嘅友情，唔係緋聞炒作。佢靠嘅係自己對鏡頭嘅感覺，自己嘅觀眾緣，同埋嗰股你壓唔到我嘅氣勢。但係好奇怪，一個事業咁順、男人緣咁好嘅女人，點解感情路反而行得咁辛苦？呢個就要由佢身邊嗰啲男人講起。鍾楚紅啱啱出道嘅時候，曾經俾 TVB 拒絕過佢。佢耷低頭由電視台行出嚟，一頭撞落一個人身上，就係當時 TVB 一哥劉松仁。劉松仁認出咗佢，又聽聞佢面試失敗，就順手幫咗佢一把，將佢推薦俾當時緊張籌備處男作嘅杜琪峰。佢嘅第一部戲就係杜琪峰嘅《碧水寒山奪命金》，起點唔算低。但亦都談唔上大紅大紫，真正令更多人注意到佢係80年代初成龍嘅出現。嗰陣成龍已經係功夫巨星，緊拍5福星系列，佢睇中鍾楚紅，力排眾議要佢出演。
據講當時洪金寶更加睇好關之琳同胡慧中，但成龍一句說話就將角色俾咗鐘楚紅。唔止咁，成龍仲臨時幫自己加咗一場偷睇鐘楚紅沖涼嘅戲，雖然後來被剪走，但呢件事喺劇組入面傳開咗。更加轟動嘅係當時有傳媒用打真軍3個字去形容兩人嘅戲份。呢個詞喺粵語有2種解讀，一種係動真格，另一種係假戲真做。無論係邊一種解釋都指向同一樣嘢，兩人喺片場嘅互動確實超出普通同事嘅關係。咁當時成龍有冇追到鐘楚紅？答案係追到咗，但鐘楚紅唔知道自己係第三者嗰陣，成龍已經喺外國秘密同林鳳嬌結咗婚。呢件事香港冇幾人知，鐘楚紅亦都唔知佢俾成龍嘅熱情打動，短暫同佢喺埋一齊。直到林鳳嬌由美國飛返香港，喺劇組大鬧一場，鐘楚紅先知道真相。佢冇鬧冇報復，亦都冇將件事捅俾傳媒知，只係同洪金寶講咗一句說話：以後5福星唔好再揾我唔想見到成龍。跟住就轉身離開，乾淨利落，唔留半點餘地。呢一次轉身亦都定咗佢後來嘅愛情觀。男人可以追佢，但係呃佢唔得，有家室仲要嚟招惹佢唔得，佢唔係嗰種總之我得到就得，就唔計較嘅人。佢想要嘅從來都係乾乾淨淨嘅感情。經歷過成龍之後，鐘楚紅身邊仍然唔缺追求者，富商、導演、演員咩人都有。黃聖德追過佢，佢直接警告你再亂來唔好怪我唔客氣。林子祥對佢有好感，但對方已經有家室，佢即刻同對方劃清界線。佢唔缺人追，但從來唔會因為好多人追求自己而沾沾自喜。直到有一個人出現，朱家鼎。朱家鼎係邊個廣告導演？出身演藝世家。嗰句不在乎天長地久，只在乎曾經擁有，就係佢寫出嚟。佢唔係富豪，亦都唔係明星，冇咩驚天動地嘅背景，佢只係一個懂得欣賞佢、尊重佢嘅男人。兩人係點樣認識？1984年，鐘楚紅拍一輯廣告，導演就係朱家鼎。拍攝嘅過程入面，鐘楚紅覺得呢個人有啲唔一樣，說話唔多，做嘢認真，唔會刻意去討好自己。拍完之後，兩人間唔中會約出嚟食飯，就咁樣慢慢行埋一齊。鐘楚紅將呢段感情保護得好好嘅。嗰個年代佢已經係當紅巨星，傳媒嘅鏡頭無處不在，佢從來唔會主動公開呢段戀情，身邊好多好朋友都唔知佢拍緊拖，直到葉千文喺一次訪問唔小心講漏嘴，呢段關係先至曝光。鐘楚紅大為震怒，同葉千文鬧翻足足15年。點解佢要將呢段感情收得咁密？因為佢好清楚朱家鼎唔係圈內人，承受唔到傳媒嘅狂轟濫炸，佢唔想自己嘅愛情變成另一單娛樂新聞。1991年31歲嘅鐘楚紅宣布結婚，嫁俾朱家鼎。婚後佢幾乎退出娛樂圈，好少拍戲，大部分時間都陪住丈夫。兩人仲簽咗一份協議，唔生仔。好多人唔理解呢件事，你條件咁好，點解唔生細路？但佢有自己嘅諗法。佢見過好多女人為咗生仔耗盡自己，亦都見過好多細路大個之後同父母反目。佢唔想要嗰種人生，佢想要嘅只係同朱家鼎兩個人安安靜靜咁過日子。嗰10幾年係佢人生最安穩嘅時光。朱家鼎嘅事業越做越好，佢喺隔籬做佢嘅後盾，兩個人一齊去旅行，一齊煮嘢食，一齊散步。佢後來講過一句說話：我嫁俾佢唔係因為佢有幾多錢，有幾出名，而係同佢喺埋一齊，我可以做翻我自己。呢句說話可能係成個故事入面最重要嘅一句。佢唔缺有錢嘅追求者，亦都唔缺有名氣嘅人想娶佢，但佢揀咗一個可以令佢做翻自己嘅男人。而生我7年，你朱家鼎驗出大腸癌，發現嘅時候已經係晚期。鐘楚紅擺低晒所有嘢，寸步不離，陪喺佢身邊。嗰段時間佢瘦咗好多，面上幾乎冇笑容。幾個月之後，朱家鼎離世，47歲嘅鐘楚紅一夜之間好似老咗10歲。喺葬禮上面，佢喊到幾乎企唔穩。
後來佢講過，佢走咗之後，我覺得我嘅人生少咗一半。呢句說話唔係誇張，朱家鼎係佢最親嘅人，亦都係佢喺娛樂圈呢個名利場入面唯一嘅矛。喺佢面前，佢唔需要演戲，唔需要提防人，亦都唔需要維持形象。喺朱家鼎面前，佢只係一個普通女人，但係呢個人走咗，佢突然之間冇咗嗰個可以安心做自己嘅地方。嗰段日子，香港傳媒影到佢一個人出入醫院，一個人去超級市場，一個人坐喺餐廳發呆，新聞標題寫得好煽情，紅姑潮水獨守空房，昔日女神淪落到呢個地步。但佢從來唔作出任何回應，佢只係靜靜咁將朱家鼎嘅遺物一件一件收好，屋企入面所有嘢維持原樣。佢嘅書房書桌，平時飲水嘅杯全部都冇喐過。好多人話佢係放唔低，但佢後來親自解釋過，我唔係放唔低，只係我仲未準備好，讓另一個人入到我嘅生命入面。呢句說話嘅重量，只有真正失去過親人嘅人先會明白。由二江7年到而家18年過去咗，鍾楚紅冇再婚，亦都冇公開同任何人交往。好多人好奇到底有冇人追佢，答案係一直都有。佢自己喺訪問都承認過，身邊從來唔缺對自己有好感嘅人，但每當對方想進一步發展，佢就會輕輕咁退後一步，唔係鬧到好難睇嗰種拒絕，而係一種你明白我意思嘅默契。佢有一句說話俾記者反覆引用，我覺得呢句說話都係佢一世人最通透嘅體現。佢話愛情呢樣嘢唔係必需品，有嘅話固然好，冇嘅話我一樣可以過得好好嘅。呢句說話如果由其他人講，悲可能只係逞強，但由鍾楚紅口中講出嚟係發自內心。離開娛樂圈之後，佢將時間擺喺自己身上，學攝影、學園藝、學整餅煮嘢，參加公益活動，植樹、動物保護間，吳宗同葉親文、林子祥一齊去行山。佢唔化妝，唔修圖，唔會刻意去維持女神嘅形象，素顏出街，去花市買花買生果，同朋友見面。有人問佢，你一個人會唔會覺得寂寞？佢笑一笑，我有好多嘢要做，冇時間去寂寞。呢句說話先係真正令人佩服。一個年輕時靚到萬人追捧嘅女人，去到65歲，唔靠玻尿酸去對抗衰老，唔靠緋聞去證明自己仲有魅力，亦都唔會用任何方法去留住啲乜嘢。佢就咁樣生活，安安靜靜，踏踏實實，唔需要為任何人去表演。好，而家翻去標題嗰個問題，65歲嘅鍾楚紅真係淪落咗嗎？如果你口中嘅成功係永遠年輕、永遠靚、永遠企喺鎂光燈之下，咁佢的確已經離開咗呢個位置。但如果呢個係佢自己主動想離開嘅呢？當年佢最紅嘅時候，一年拍10幾部戲，傳媒成日追住佢，富商排住隊請佢食飯。嗰陣佢已經講過，我唔中意俾人安排，所以佢揀咗朱家鼎，一個唔會安排佢人生嘅男人。佢退出娛樂圈，離開嗰個成日安排人嘅圈子，佢素顏行上街頭，過一種唔需要維持形象嘅生活。佢唔係俾時代淘汰，而係自己選擇退出嚟。年輕嘅時候，佢擁有全香港嘅目光。人到中年，佢失去咗自己最愛嘅人，去到晚年，佢終於將人生活成自己想要嘅模樣。你話呢個叫淪落，我覺得呢個係另一種贏。有啲女人年輕嘅時候美得驚人，到老嘅時候成個人睇落好疲累，滿心不甘，成塊面都寫住我唔想老。呢啲就係俾歲月打低咗。但鍾楚紅嗰張臉，年輕嘅時候濃烈，帶住鋒芒，令人唔捨得移開目光。去到年老嗰份濃烈慢慢褪去底下，透出嚟嘅係一種放鬆，唔繃緊，唔抗拒，唔需要向任何人解釋嘅放鬆。商學入面有一個講法叫晚運看下客，一個人晚年過得好唔好，唔係睇年輕嗰陣眉眼有幾精緻，而係睇下客夠唔夠穩，夠唔夠厚。鍾楚紅嘅下客圓潤厚實，承托得住福氣。有呢種面相嘅人，到咗晚年有一種本事，放低已經失去嘅嘢，接住手上剩低嘅一切。佢而家嘅生活狀態就係接住咗個樣子，接得住衰老。
接得住孤獨，亦都接得住唔再俾萬人追捧呢件事。佢塊面睇唔到半分不甘心，呢一樣嘢比年輕時嘅美貌更加難得。一個人可以接得住失去，先係真正有福氣。鍾楚紅呢一世有高潮，亦都有低谷，有萬人追捧，亦都要獨自面對一切。佢從來冇做過咩錯嘅選擇。佢去參加選美扭親腳，佢去做演員一炮而紅。佢揀咗一個男人，最後要親眼目送佢離開。佢選擇唔再婚，獨自走過大半輩子，每一步都係佢自己作出嘅決定。真正令人唏噓嘅唔係佢守寡18年，而係佢曾經擁有過咁美好嘅愛情，最後卻要學識一個人生活。佢冇用另一段感情去填補心入面嘅空位，佢只係慢慢接受。有啲人離開咗，嗰個位置就唔需要再揾其他人去頂替。所以翻去開頭嗰個問題，佢係痴情定係睇透？我覺得兩樣都唔係，佢係揀咗自己想要嘅人生，然後承擔埋呢個選擇帶嚟嘅所有結果。年輕嘅時候，佢贏得全香港嘅目光，後來佢失去咗最愛嘅人，再之後佢將人生活成屬於自己嘅樣子。一個女人真正嘅福氣唔係永遠都有人追，而係就算冇人追求，你都仲好清楚自己係邊個好。而家你嘅答案有冇變？一開始你揀咗情深不悔定係餘生自渡？聽晒成個故事，歡迎你喺評論區再話俾我知。我係沉思說生肖，我哋下集再見。